乡亲啊，实在互人想袂到哦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啊，竟然成功来抢救到新冠病毒的重症的患者。原来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引发的症头，甲风湿免疫病同款，拢是免疫细胞攻击到细胞的激素，特殊细水肿。所以台北营总都用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啊，甲这个新冠病毒的重症的患者顺利成功为鬼门关节甲救回来。会使救你疼肩颈的关节，佫会使治好新冠病毒重症的患者，就是这支抗地拉钙白质配合注射剂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。今年4月份，台北营总收治新型冠状病毒重症的老太太。转院过来时，稀是严重的寒水，血浓度有够低，佫有插叶克膜，情形真不妙。验过2天后就好起来，无变成台湾确诊死亡的第8人。关键的武器就是这支抗地拉钙白质的药物。注射前，伊的血拢雾，过2天就加真清楚。这款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啊，卖使将重症的人家救回来。X 光其实在1天内就改善了非常多，那在2、3个礼拜之后就顺利的。就是拔管，然后叶克膜也撤掉。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国家采用这个方法来治疗新冠肺炎。肺部的细胞浸润里面，这些细胞都会产生很厉害的这些促发炎的一些细胞激素。那其中有一个第6界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。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甲类风湿性关节炎、红斑性脓疮同款，一入到肺部，体内免疫细胞就会攻击，引爆细胞激素发炎的风暴，即意思讲气会寒水。抗地拉钙白质药物嘛列为国内第7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暂行的指引，希望讲会使为死神的手中抢回更加侪宝贵的性命。